伫咧新德县的德东国中有一门课是特别安排学生去到山谷的人造森林，而且这个课程也结合着智慧课程，也有实际操作，让学生伫咧这个过程当中会当体验到这个手拿的重要性，嘛利用在地木材设计出家己的艺术品。然后前面有同学要帮忙看一下句子是不是很水平，或者是有扭曲的。也不用太用力。手提机啊，专心听老师讲安怎去查，看起来是真无简单。煞了，过来行入去树林内，实在各种植物。对德东国中来到这的这群学生，透过亲身体验，了解保育森林的重要性。我会想要更珍惜这些就是牧童啊，因为当然是自己有亲身去体验过木工的辛苦，还有大自然的不容易。觉得我们要爱护啊，就是更环保一点，不要让树一直被砍伐之类的，破坏整个自然的环境。说落来，学生嘛利用在山顶家己记的茶，参老师甲同学做伙讨论设计作品，同时这操作的课程，让学生对材料收集到完成作品，全拢家己实际操作。直接带着孩子去山上走一趟，就是原来以前，在我们好几前辈的时候，那些在山上工作的实际的状况会是什么样？我们就是把地区有的东西，然后比较实际的给他们看到说，这就是这个地方有的东西，其实不是很华丽，它就是很朴实，它就长在这边。德东过去是林业重镇，经过这届实际参与，学生更加熟悉家乡的人文历史，嘛了解到家己参土地的关系。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